我將會用 shadowing 嘅方法練日文至少10個鐘。最後我會播翻練習前同埋練習後嘅版本，睇下我嘅日文發音會唔會有明顯嘅改善啊。Hello， 我係 Brian。咁近排咧我就好想去改善自己日文嘅港式口音呢個問題嘅。咁所以咧我就好想嘗試一下好多人都推薦嘅一個方法，就係 shadowing 跟讀啦。咁我就先講講我會點樣做啦。我就會揀一段動畫嘅日文嚟練嘅。我就揀咗柯南咧每一次一開頭自我介紹嘅嗰段日文。咁如果你冇睇過柯南咧都唔緊要嘅，因為我淨係用佢嘅節奏嚟做實測嘅啫。咁我就喺呢一度咧就播一播俾大家聽，究竟係點樣噶啦。我は高校生探偵工藤新一。幼馴染で同級生の毛利蘭と遊園地に。好，咁就播到嚟呢一度，因為版權問題，我就唔將所有內容播出嚟啦。咁接下落嚟咧，我就會用柯南呢個自我介紹嘅日文咧，係嚟到練跟讀嘅。咁因為佢中間嗰段內容咧，成日都會變嘅，咁所以我就淨係會練裡面大概20秒左右嘅內容咯。咁我就依家開始讀一次我未練跟讀前嘅嗰個版本係點樣，即係我原本讀日文係點樣啦。嚟啦，準備啦！我は高校生探偵工藤新一。幼馴染で同級生の毛利蘭と遊園地に遊びに行って、黒ずくめの男の怪しげな取引現場を目撃した。取引を見るのに夢中になっていた俺は、背後から近づいてくるもう一人の仲間に気づかなかった。俺はその男に毒薬を飲まされ、目が覚めたら体が縮んでしまっていた。小さくなっても頭脳は同じ。迷宮なしの名探偵。真実はいつも一つ。咁就係咁樣啦。咁啊未練過之前咧就係咁樣啦。咁我都有參考過人哋講 shadowing 嘅練法啦。咁主要有3個部分嘅。第一個步驟咧就係喺有稿嘅情況下，我播住個原聲，佢讀一句我就跟住讀一句咁樣練。第二個步驟咧，亦都係喺有稿嘅情況下，同佢同時間跟住咁樣讀。第3個步驟咧就係喺冇稿嘅情況下，即係我係喺完全唔可以睇任何日文字嘅情況下，同佢同時間跟住咁樣讀啊。咁就係呢3個步驟啦。咁我練完之後咧，我就會再讀多一次啱啱同一段日文，咁大家就可以聽下究竟有冇分別啦，究竟我嗰個港式口音啊、日文嘅發音會唔會有明顯嘅改善啦。咁我會將成段內容放喺下面資訊欄嗰度俾大家參考，咁大家可以 click 嗰條 link 咧去聽下究竟成段日文係點樣嘅。咁我哋就事不宜遲啦，就開始啦。好，咁依家第一個步驟咧就係佢讀一句，我讀一句咁樣練啦。咁啊開始啦。俺は高校生探偵工藤新一。俺は高校生探偵工藤新一。黒ずくめの男の。黒ずくめの男の。黒ずく。我發現咧有啲句子係真係需要去減慢嗰個速度去聽，先至會讀得正確咯。如果唔係咧，就會變咗好似係用翻自己本身讀音去讀嗰一句説話出嚟咯。咁所以我依家咧就校嗰個速度係0.5，再試多次啦。怪しげな取引現場を。怪しげな取引現場。咁依家就嚟到第2個步驟啦，就係同佢同時間讀。不過咧，我就會有個稿可以跟住一齊讀嘅。你話高校生探偵工藤新一。黒ずくめの男の怪しげな取引現場を目擊した。咁依家咧就嚟到第3個步驟啦，就係喺冇稿嘅情況下，同佢同步跟住去讀啊。幼馴染で同級生の毛利蘭と遊園地に遊びに行って。好，咁經過咗大概6個鐘頭嘅練習之後咧，唔算多啦，咁就當係一個小實測咁樣，聽下會唔會有啲乜嘢嘅改善啊？咁依家咧，我哋就嚟讀一次睇下個成果啦。俺は高校生探偵工藤新一。幼馴染で同級生の毛利蘭と遊園地に遊びに行って、黒ずくめの男の怪しげな取引現場を目撃した。取引を見るのに夢中になってた俺は、背後から近づくもう一人の仲間に気づかなかった。俺はその男に毒薬を飲まされ、目が覚めたら体が縮んでしまっていた。小さくなっても頭腦は同じ。迷宮なしの名探偵。真実はいつも一つ。係啦，就係有啲尷尬嘅。咁不過咧，唔知道大家聽完之後會唔會覺得有啲咩分別啦？咁我聽完個前後對比之後咧，我就覺得我練習之前咧就咬字咬得好實啊，即係好似成句都字字分明咁樣，所以聽落去個節奏就會比較硬啲，同埋啲音咧我都覺得唔夠準確，同原聲係有一段距離嘅，即係好似聽落去咧歪歪地咁樣嘅。
咁練完之後咧，其實我都覺得仲係有少少字字分明嘅感覺嘅。不過咧，我就覺得嗰個節奏順咗啦，冇咁卡，嗰個自然度有提升到嘅，同埋自己聽翻啲音咧都覺得冇咁歪嘅。整體嚟講係有改善嘅。咁大家咧都可以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究竟你哋覺得有冇分別啦？好，咁依家咧就講下我用 shadowing 練日文之後咧，覺得有啲咩困難位啦。咁第一個要講嘅咧就係唔夠專注都幾困難，即係一分心咧就會即刻跟唔到咯。因為我原本係慣咗用某一種嘅讀法啊嘛，咁所以重複練習嘅時候，如果一旦我唔留神咧，我就會下意識用翻我原本嗰一套去讀咯。咁所以都可以講話專注咧都係喺呢一個練習裡面嘅其中一個困難點嚟嘅。第二樣嘢咧就係一開頭都比較難聽得出嗰啲日文發音嘅小細節啊，咁所以一開頭咧盡量都唔好校一個正常速去練咯。對我嚟講咧，我就校0.5速度咧就會比較舒服啲，同埋聽得出個小細節嘅。即係譬如話邊啲位要讀得輕啲啊，清音同濁音之間嘅分別係點樣啊？咁校慢咗少少速度咧就會比較聽得清楚啦。第三樣嘢咧就係同步跟讀嘅時候咧，好容易俾原聲蓋過你把聲啊。咁咧你就會變相覺得自己好似讀得好好咁樣，但係其實你係聽緊個原聲咯。所以後尾咧我都刻意慢半拍先跟住佢去讀，咁就會比較聽得到自己嘅聲同埋原聲之間嘅分別啦。好，咁啱啱就講咗練 shadowing 嘅難處啦。咁但係我都覺得 shadowing 係有佢嘅好處嘅。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你可以揀翻啲自己有興趣嘅內容去練啊。即係我模仿嘅嗰啲內容咧係我平時都中意睇嘅嘢嚟㗎嘛。咁所以我都覺得係比較有趣同埋有動力咁去練落去咯。第二樣嘢咧就係我覺得會更加快去察覺到自己嘅發音習慣。因為喺 shadowing 嘅過程裡面咧，你會聽得出自己同埋原聲之間嗰個分別，就會有嗰個即時嘅反饋，知道哦，原來原聲佢讀日文嘅時候咧，有啲位佢會放輕讀嘅，有啲字與字之間咧，好似係連埋咗一齊讀咁樣嘅感覺嘅。特別係助詞嗰啲位，我以前都冇點留意過嘅。咁所以 shadowing 咧可以令到你即刻聽得出自己同原聲差咗喺邊度。即係我喺練之前咧讀日文嘅時候，係每隻字都咬得好重啊嘛。咁練完之後咧，我就會比較學到佢哋嗰種講日文嘅時候有啲位要輕輕帶過嘅感覺。第三樣嘢咧就係比起以前我淨係去背生字咧 ，shadowing 令到我對於裡面嘅生字嗰個印象感會強咗好多。即係我讀嗰個生字嘅時候咧，就好容易聯想到個動畫嘅畫面，咁就變相呢個印象就會強啲啦。好，咁總括嚟講咧，我都幾中意 shadowing 呢個練習方法啦。因為對於我呢啲已經慣咗用某種讀法嘅人嚟講咧，佢可以令到你好快咁去留意到自己嘅慣性位啊，即係即時都已經可以學到一啲嘢。不過呢個方法咧就冇我一開頭諗嘅咁容易啦。因為如果你練習嘅時候一分心咧，就會好容易跟唔到嘅。咁我練習嘅時候咧，都試過有好多次因為分心，所以就用翻我本身慣性嘅發音去讀咯。不過整體對於我嚟講咧 shadowing 都係一個幾好嘅練習方法啦。咁所以咧，我相信之後無論係練日文定係其他語言咧，我都會繼續用 shadowing 呢個方法去練發音嘅。咁唔知道大家睇完之後又覺得 shadowing 呢個方法好唔好用呢？聽完前後對比之後，你又覺得改善位最大嘅係喺邊度呢？係喺咬字啊、節奏啊，定係自然度呢？咁純粹聽個感覺揀都 OK 噶啦。咁如果你中意呢一條影片嘅話咧，就記得撳一個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